其他的神明，也许是从其他的教派转基到皈依到相信到耶稣基督的基督教。我们这个对照看看，如果基督徒所说的平安真的那么有效的话，我们就试试看，我们去触碰看看，我们去抓看看，我们去想看看，是真的这样子吗？否则的话，在这个不平安的平安夜里面，我们怎么办呢？现在这个世界，很多人又在开始预言说，哎呀，幕后世代又要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战争，国跟国在打仗了，人民跟人民在互相在争斗，那个日子应该快到了。我也期待各位，我们今天继续在这里。我们说我们过平安夜，我们说我们迎接圣子耶稣到来。如果真的想要一个平安，必须要相信，去接受，我们才会真正去经历到上帝在通过圣经帮助我们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上帝所喜悦的那句话，真实的应许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相信、接受，并且那在地上上帝在喜悦人们荣耀他的那个平安，就不会因为我们将要给他而丧失不了。如果你不相信，还是半吊子的相信耶稣，不是全然的相信接受，这个平安就没有。我们就继续去存活在这个不平安的世界里面。其实我们有一个不平安的，就是这样子，里面表示这样子。最后呢，许多欣赏的故事，在几年前已经分享给各位。那前一阵子我有收到来自弟兄姐妹的同工的那个